其實喺大灣區就話退休咧要及早，其實因為咧你要上嚟建立一個退休生活網，可以實踐得到嘅夢想，用香港4分1嘅成本過4倍質素嘅生活。各位好，我係 Kason， 從事理財策劃超過20年。今日我純粹用我個人嘅經驗同大家分享灣區最真實嘅生活細節。灣區生活，大家又細心諗一諗，所有嘢都好好啦，你拎住1萬蚊上嚟已經好好使啦，即係甚至乎你無論食啲咩或者周圍去 travel 啊，超級正啊！但係咧，大家要諗一諗就係，當你擁有生活好豐足嘅時候咧，其實人類係需要分享。如果你生活好好，你好開心，或者睇出好好睇嘅戲，你會唔會都想喂同人哋分享下？喂，你看他的後事，揾你出以後體驗。如果你上去冇人冇物，生活更好咧，你都會覺得好沉悶。所以點解我啲客戶啦，或者我身邊嘅朋友嚟到去講啦，大灣區就話退休咧要及早。點解係及早咧？唔係話喂，因為你要買啦或者啲咩，其實因為咧你要上嚟建立一個退休生活網，退休嘅朋友網絡，你要早啲上嚟，甚至乎你鼓勵你身邊嘅好朋友，喂一齊上嚟灣區嚟到去買樓啊，將來我喺灣區生活，你喺我隔離買埋個單位喺隔離，我開門行過隔離門口就係你屋企啦咁樣，你係會好開心啊！你有朋友嚟到分享，你要鼓勵你身邊嘅朋友都同一齊有咁嘅決定啦，甚至乎就係你要識當地嘅朋友做鄰居。中山珠海俾我嘅感覺咧，就係好似幾多年前嘅香港啊，大家冇乜芥蒂。你如果係 open 自己咧，同大家即係就算當地人嚟傾下偈啦，佢好願意同你去溝通嚟到去講嘢，甚至乎咧就係大家交換個 WeChat 啦，嚟到去做朋友啦咁樣，其實 OK 喎啦。咁但係呢樣嘢就係要慢慢坐下。當你上去，你揾翻當地嘅鄰居，喂，我今日又上嚟啦，嚟到去即係約你飲個下午茶啦嘅時候，你退休咧，生活就係好多姿多彩啦。咁啊，乎大家有冇一啲 dream 咧？就係喂，大家一齊上去嚟即個 road trip 啦咁樣。以往我喺美國生活啦，都好羨慕美國人咧，就係佢哋好興揸啲 RV 啊，即係好大嘅 recreational vehicle，即係上面有床啊、有廚房啊、shower 嘅地方啊等等，揸住架大車穿州過省咧嚟到去旅遊。但係講真，香港冇呢樣嘢啊嘛，香港咁鬼細，邊度會需要嗰啲咁嘅車啊？去即係揾個酒店住咪得咯咁樣。而家其實我哋有灣區生活嘅時候，我哋真係可以實踐揸住架大嘅旅遊巴，呢啲都係鼓勵大家嚟到去諗多一啲以往我哋係做唔到嘅嘢，但係未來我哋如果係接受得到喺灣區生活嘅話咧，其實我哋可以實踐得到嘅夢想啊，嚟到去遊遍大江南。當然有時間亦都可以坐飛機去歐洲啊、美國啊、澳洲啊嚟到去旅行一下，日本、韓國啊等等。但係本土其實都已經好多地方咧可以俾大家一齊嚟到去。咁呢個都係我自己嘅一個夢想啦。咁希望可以同大家一齊嚟到去實踐。希望大家上到嚟嘅時候同我做鄰居，一齊將來可以係旅遊。所以灣區生活最昂貴嘅成本並唔係買樓，而係人生路不熟。所以我成立咗大灣區第2人生俱樂部，希望將我揾到嘅優質資源同我嘅客戶分享。下期見。